我覺得可以帶俾我好多歡樂，感覺好似係放鬆緊自己，可以減輕咗我嘅壓力。咁我呢度就偏向玩多少少。剪鼻球啊，躲避款啊，呢啲遊戲睇落去好輕鬆，但係其實係訓練緊我哋嘅速度。學習於遊戲，啲遊戲入面佢哋攞到成功感，強化翻佢哋學習語文嘅動機。Kids like activities more actually 覺得唔需要每一個人畫出嚟嘅嘢都係一樣啦，而係每一個人知道自己嘅特色係啲咩。俾小朋友表現翻自己咧，我哋會先去欣賞佢哋啦，佢哋做得好嘅嘢咧，佢哋嘅自信心就會提升咗。籃球方面，因為團隊運動嚟嘅，所以咧好多練習嘅傳波啊，練習唔同嘅走位，去俾佢哋配合多少少。喺度 struggling 咁樣學嘅時候，跟住我隔離啲朋友都會咁樣一齊支持我，咁樣一齊跳。中心職員咧，亦都會同導師有好緊密嘅接觸同溝通嘅。可以方便去了解課程上面個進度，協助學生佢哋點樣去提升自己，繼續去進步。我第時想教跳舞啦，想帶出就係其實跳舞好好玩嘅。我想上到再大啲嘅舞台去表演同埋比賽，希望我呢個願望可以實現啦。我哋相信每一個人都有獨特嘅潛能，重要嘅係我哋有冇機會去探索自己嘅興趣，了解自己嘅強項。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空間 Up Series Unleash Potential， 我哋好希望秉持住因材施教、循序漸進同埋強項為本嘅訓練，希望年青人可以建立自己嘅專才。Up 嘅課程係好多元化嘅，包括有視覺同埋表演藝術、運動、STEM 同創業媒體。Up 課程每年都有一個 Up Showcase 嘅平台，同學可以互相觀摩及展現自己嘅學習成果。我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參與同埋支持年青人喺 Up 課程裏邊揾到自己嘅興趣、強項同埋去發展嘅路向。